大家好，又到咗科學小博士嘅時間，每位小朋友都會有一個科學小實驗嘅材料包，家長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實驗，然後將相關嘅影片 send 返嚟學校。首先預備2嚿積木同埋1張 A4 紙，建立一座橋。我預備咗1包包裝紙巾、橡皮擦同埋鉛筆，可以參考呢張圖片製作橋。等我試下1張紙可唔可以承托到1包紙。小朋友，你哋有冇發現擦膠太重？你可以試下方法：1張白紙橫向對接一半。你可以試下方法2，將白紙橫向對接3下。你可以試下方法3，將白紙打直接1下，打橫接1下，好似十字咁。你哋試下依個方法承唔承托到物件嘅重量？請寫上姓名，然後係橋嘅中間加1條橫線，並畫上你用咗嘅物料，最後寫埋物料嘅名稱。期待你哋嘅影片，我哋下次見。